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23节到29节，出埃及记13章第3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除酵。除酵节的原始背景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面对杀长子之灾的时候，因为发生在夜晚，马上就被埃及法老王要求要赶快离开埃及的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们呢在半夜来不及让面粉团来发酵，他们就带着还来不及发酵的面团逃离了埃及。因此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的每一年，他们就守逾越节还有除酵节，用这样来纪念上帝的救恩。出埃及记13章第3节到第10节的记载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：摩西对以色列人民说，要牢记这一天你们离开了埃及，你们被奴役的地方，这一天是上主用他的大能领你们出来的日子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。你们离开埃及的这一天是在亚比月，就是第1个月。上主曾对你们的祖宗发誓，要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还有耶布斯人的土地赐给你们。上主把你们带进这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之后，你们要在每一年的正月守这个节。7天里你们必须吃无酵饼，在第7天你们要守这个节日来纪念上主。在这7天里面，你们必须吃无酵饼，你们的境内不准有酵或是有酵的饼。庆典一开始，你们就要向子孙来解释，这节是为了你们离开埃及时上主所行的一切神迹而举行的。守这节是为了要提醒你们，正像在手上或是额头上系着一个记号一样，使你们记得要继续背诵上帝的法律，因为上帝用大能领你们离开了埃及。你们要年年在这指定的时候守这个节。但是除了这个除酵节的意义之外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对这个酵母却有不同角度的教导与提醒。耶稣基督他用负面的影响来形容发酵酵母的功能。耶稣基督说，法利赛派的人以及撒都该派的人，他们是负面的酵，对人有不好的影响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，耶稣基督他的谈话内容，经文说到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，门徒渡湖到了对岸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小心，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母。门徒彼此议论，
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耶稣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就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竟然到现在还不明白。难道你们忘记了我曾把5个饼分给5000人吃饱吗？当时候还剩下多少篮的碎屑呢？还有那7个饼给4000人吃饱，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篮的碎屑呢？为什么还不明白我不是跟你们谈饼的事？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门徒这才明白，耶稣并不是在要他们提防那个饼里面的酵母，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除酵在新约的意义非常清楚，就是离开那些负面不好的影响，让基督徒的生命能够随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行，有好的生命品质。诗篇78篇23节到29节。可是他还是向天空发令，命令天门开启，他就从天上赐给他们粮食，降玛拿喂养他们。于是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，上帝使他们饱足。他使东风吹起，又运用威力激起南风。他使飞鸟像是沙尘降落，给他们肉食多的像海滩上的沙。飞鸟降落在营地，在帐篷的四周，他们都吃，而且吃饱了。上帝要他们照他们所要的赐给了他们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的酵，不受他们的影响，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前行，走在正道上面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